民众看到咱的选手伫奥运的优秀表现，不只看了心情爽快，嘛在咧模仿起选手的动作。但毕竟不是运动员，有可能因为热身不足，或者是运动过量，造成筋骨酸痛。吉米病院中医部骨伤科主任任东辉表示，拔罐有兴气活血功用，会当快速消除酸痛甲疲劳。在东京奥运的期间呢，很多民众都会一时兴起就跟着这股运动的热潮去运动。有时候因为热身不足或者是运动过量会造成肌肉的酸痛。那拔罐呢，它有行气活血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消除疲劳恢复肌肉的这个酸痛。在这边也是要提醒一般民众呢，那拔罐最好是可以找合格的中医师诊查之后再实施拔罐的这个疗法。因为像我们如果皮肤有伤口皮肤比较不完整，或者是有骨折外伤的地方或者是脸部孕妇的这个腹部、腰部其实都不适合拔罐，所以还是建议民众呢要找合格的中医师来做拔罐会比较好。另外，在运动伤害部分，中医嘛有分做急性期甲恢复期两种状况无同，要用无同的方式来治疗。运动伤害的部分呢，中医还是把它分成急性期还有恢复期来治疗。在急性期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在患处呢自己胡乱的推拿。那我们中医师会在痛处的远端呢实行针灸的治疗。针灸完之后呢，会外敷如意金黄散。那在恢复期的时候呢，会视情况施以适度的推拿以及按摩，这样子都有利于消肿以及软组织的修复。如果运动伤害很严重，导致局部的关节有出现错位的现象，或者是软组织的粘连，这时候呢会建议民众来做小针刀的疗法因为小针刀它可以直接松解粘连的地方，或者是中医会用正骨的一些手法帮助这个关节，把关节的错位把它恢复。医师提醒，维持健康应该养成固定的运动习惯。如果是只是兴趣运动，造成运动伤害，建议要找合格中医师诊断，进行后续拔罐、针灸、小扁针，或者是中医正骨等方式来治疗，会当疏通气血，恢复关节运动功能。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